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2020年总统大选，寻求连任的蔡总统咧，敢讲真正是倒咧选啊。不过韩国瑜要安怎重新赢回来选民的这个支持？因为根据媒体上新的这个民调，咱看到蔡英文赖清德支持率是突破5成，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咧是19%，是落破2成。亲党宋楚瑜、余湘这边咧，拢伫6%左右咧起落啦吼。另外一份民调，咱带大家做回来看，咱看到蔡赖配是44.5%。韩张配是23%，宋怡配是7.7%，无表态人数也是24.8%。面对蔡总统民调距离是愈扣愈悬，到底是虾米因素？蔡英文伊嘛讲到吼，民调好的时阵都要好好来加油，嘛是爱做甲更好；无好的时阵都要自我检讨。不过咧，韩国瑜这阵营嘛讲吼，民调数字是044，民心才有影是热扑扑啦吼。伊嘛搬出着内部的民调讲，这个查蔡英文敢若。这个5%至6%左右的咱刷，大家做回来看。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经挂起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个立委候选人的联合竞选看板，展现团结拼选战气势。不过，真侪民调显示，韩张配支持度也是比民进党的蔡赖配也个低，甚至是无到2成。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是讲，目前的民调已经无参考的价值。我之前还有看过内部民调是3%也有，6%也有啦，所以那是之前啦。那因为现在因为都已经公开呼吁民调接到电话的话要支持蔡英文，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讲民调数字已经没有特别的意义了。韩定也讲，无需要一直看到林彬彬的数字，应该关心的是小夫妇的人民的心。另外，卡神杨惠如2号去北京认定开钱组1万军，伫网络来发问带方向。韩定也认为应该继续查到背后资金的来源。甲韩国瑜做伙参选的副手张善政是讲，这件代志只敢若是冰山的一角。杨惠如这个案子哈，就是冰山的一角，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的是整个我们网络所谓网军的生态，或政治圈里面这网军的生态，它只是冰山的一角。现在它这个曝光了以后，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检调单位能够往下查到底。另外，进前总统蔡英文有讲，愿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见面。张善政认为，蔡实会目前的规划是无啥可能的，呼吁蔡政府要先甲两岸的政策做好，莫阁画大饼。记者欧阳吴家宝台北报道。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关心这个选举上尾30几天哦。首先邀请4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副主委陈伟杰，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民进党青年部主任兼发言人吴俊安，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政治观察员林乐水，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潘瑞仁。大家安，大家好。首先，咱要先邀请到咱的阿杰啦吼，来讨论着这回咱这个民调起起落落啦吼。但是咱头到韩国瑜这阵营才嘛回应啦吼，讲这民调莫搁甲相信啦吼。这内部民调差5%啦、3%、6%，这个叶元之拢有听过，到底是差偌济？其实到底真正是，即马咱看到的数字哦，其实拢敢若差不离济啦。不管是倒一份的民调哦，不管是联合报的啊。还是讲其他的，咱即马苹果日报啊有看到的，看起来敢若韩国瑜哦，输咱的蔡总统啊，有淡薄仔一个距离啦。不过其实以阮家己咧参与哦，不管是咱阮每一届的即个造势大会也好，哦，还是讲每一遍的即个参加咱每一个选区阮立法委员的即个竞选总部的成立也好，其实阮看到的人，毋是即个数字啦。哦，所以变做讲叶元之当然讲无要紧，这个民调哦，其实韩国瑜为开始初选，到代表阮国民党开始了后，伊拢讲无要紧，这民调哦是一个参考的数字啦。哦，互咱的这内部的阵营哦，咱的这个幕僚做一个参考，看咱爱调整倒位，调整啥物。不过至于这个基层的部分我强调这个基层的部分哦，阮咧感受的哦。真正毋是安尼，足侪基层的即个支持者，尤其有诶，佫是靠我青的即个支持者，足侪拢支持阮韩国瑜的吼。所以变成讲，即个民调即个部分，比如讲像我前几工我淡即个淡水的山顶，有一个支持者，一个阿伯，90几岁啊，
我伫发阮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洪孟凯当选，伊甲讲啊，你哪会无发韩国语？伊甲讲我无当无派，因为我绝对支持韩国语。所以变成讲。阮才会讲啊，即个民调的部分无要紧，阮参考就好。是。至于一般民众心内安怎想，阮家己心内有数。阮足侪默默这个沉默螺旋的支持者，一直伫支持咱韩国语。是。所以变讲，其实阮家己基本内底，阮家己即个内部咧讨论的部分，嘛，对阮家己的选举嘛真有信心啦。是。尤其一寡中南部的部分，像迄天伫高雄的部分，我听讲虽然讲我无去啦，因我听讲。高雄迄几场的造势，人嘛是不离啊济。无想讲有一寡媒体讲啊，你无人啦，安怎拄安怎？其实毋是安尼。所以变做讲民调即个数字，即马对阮来讲是一个参考尔。阮家己嘛是照阮家己自底选举的即个步调，继续来去进行。嘛希望最后伫明年的1月11号会当赢到咱的胜选，互阮国民党。一摆的重新执政，这顶礼拜嘛推出到这个政策这个部分啊，白皮书嘛出现啊吼，接下来甲这个观众吼，甲伊讲，真正要有信心对着韩国瑜这个政策，张善政的这个因素嘛加入来咧。是，其实阮一直以来拢提供足侪政策，不管是咱劳工的部分，咱少年的部分，不管是咱学生出去这个游学交流的部分，足侪阮拢有开始针对阮这个国政顾问团所提出的这个部分的政策来做推广，尤其像咱迄阵迄天你讲迄个0到6岁迄个部分，这民进党政府即马讲要2500换做5000块，其实我迄阵我就有伫讲啊，迄当阵这是郭台铭郭董事长所提出的政见，是，也毋过迄阵。咱的这个行政院长，咱苏贞昌苏院长是甲拍片讲，这做袂到啦，在国家的财政是有问题的啦，所以这个部分绝对无法度来进行。咱国即马民进党的部分嘛是开始伫做这块啊，讲0到6岁要国家来饲啊，所以变成讲，阮国民党嘛有提出这个政见，对着阮这少年的父母来讲，就请囝艰苦嘛，厝也买袂起嘛，薪水也无起啊。当然对阮来讲，阮就感觉即个生活真压榨，无法度发展家己，薪水的部分嘛无增加，所以变做即个部分来讲，阮慢慢已经提出即寡政见来讲一寡人、一寡咱的民众开始有感受会到，所以我咧讲，虽然讲后壁选举剩30几天尔啦，不过阮嘛是真有信心，刷落来提出的政见会更较好，对民众更较有感受，再当呼应阮即个市民基层。尤其这个基层的部分，阮咧要求着，希望咱得到咱基层民众的大部分的支持。是，所以咱讲这个民调虽然落后伫咱这个蔡英文总统后边选举连任这个部分，但是咱咧知影这个就是讲这个国民党嘛是有这个决心嘛。但是咱咧讲这个民调这个背后有一区是赢，这个是这个宜兰、花莲、台东、佮金马这个部分，6区内底是这边赢。不过伫这个年龄层来看咧，其实拢是焦输的啦这个要安怎赢，咱等下好好来讨论这个。不过咱来先请问咱的专家啦就是讲昨天有开一个记者会，或者是这个学生要互因等去投票，莫甲这个期末考强绑啦你嘛是有做一下这个主张啦但是讲安怎赢到这个少年的这块，但是这个国民党这个单学生这个立委啦伊就是烦恼讲这个可能是冲关这个蔡英文这个少年这块这个选票，所以伊讲教育部4届发文。叫这个学校讲，恁就爱调整着恁这学校这个考试这个时间但是你昨嘛有开这个记者会，恁所爱这个诉求是啥物咧？阮昨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讲因为教育部有发函到几个学校，就是讲提醒讲，是毋是讲咱期末考的时阵是毋是会使提早伫选举进前就来甲考试考了？是。因为咱的主张就是讲，你看你若是讲你要伫学校考试。你要等于投票，搁等于学校，过年的时阵你搁要等于，安尼你安尼坐车坐来坐去就真开钱啦。对家庭的负担，也是讲对少年的负担来讲，迄个投票的成本会增加足济啊。是。但是其实这是嘛毋是一个强制性的，就是讲伊是提醒学校会使安尼做。大部分的学校其实因嘛是拢
因为你好好咧要开学的时阵，其实你的行程都全部出来。是。啊，所以大部分的学校拢是差不多拢是先排好势啊。大概拢是排好势。啊，上重要就是讲，咱中国国民党的迄个陈学圣委员嘛，伊就是讲啊，恁即马是毋是教育部来发函，互学校做意思，就是讲你是即马要来顾票、催票少年的即个支持。是。啊，其实阮的主张就是讲，互少年的减轻一个负担，要等于出来投票，这应该是不分蓝绿的啊。是。嘿啊，我们可以去降低多少的这个成本，我们就尽量来做。尤其咱讲这回这个第一届投票的人数吼，伫2016年甲2020年增加差不多118万票啦吼，所以上抢抢到这个票，对着这个可能无表态，还是讲未去这个电话民调卡袂到的，可能就这些学生啊啦吼，所以这嘛是爱改。广告起来吼，就是讲继续，咱要来讨论，就是讲，遮的这个选票，少年也好，还是讲各年龄层啊吼，真正看到，即马目前看到这个彭哥的民调，拢是韩国瑜来落后的啦吼。啊，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顶礼拜韩国瑜伊嘛家己讲出，这个民调吼，唯一支持蔡英文，这个有影响无？咱这个经历为咱的罗水兄。我是感觉，即阵哦，规个社会对总统的民调已经无感觉需要去关心啊啦，所以电视台用这个做专题，我看好像无啥需要讲伤济啦。啊，大家较关心的本来已经差不多2个月过啊，拢对迄个总统的民调转移甲立委的民调。是。哦，已经转移2个月，因为总统。民调虽然差不多已经定掉啊，不是定，唔是定掉，唔是叮当，迄个趋势定掉啊。啊，起嚟就一直起嚟，啊落就一直落咧，啊拢未，拢无改变。但是呢，迄个立法委的民调，民进党几啊个月拢输，连续输，哪有咱总统直直赢？啊，迄个立委直直输，足奇怪。甲过去的经验无真好啦。但是勉强也要找一个道理啊，就是讲像美国人有当时也较兴趣安尼啦。是。美国人较兴趣安尼就讲，咱若总统制啊，权力总统啊，无一个较勇、介无共党的迄个国会来个制衡来监督，哪会使咧？是。啊，所以无的确讲，我台湾的百姓已经感觉总统定着啊，所以迄个民调拢灌对国民党遐去，啊，无张着。拄环保无偌久尔呢，国民党出一个招，啊，无人想会到啊！嚯，迄个去中国拄着迄个习近平，安尼立正坐好诶，搁去即个中国去遐呛赌讲啊，都爱武力统一咯，啊，即款呢，啊，搁呼应讲啊，即个香港警察按照正确对迄个国民都爱安尼甲牵落。哇！咱拢提名即款咧，真正无人想象会到诶。啊，即招吼，效果真强啦，马上变一个。啊，国民党诶迄个立委啊，迄支持度嘛大落。啊，人一个说我靠腰，啊，总统也要烦恼，啊，立委也烦恼，啊，这个说，感觉这个选举说无啥会闹热啦。啊，即摆来过转来看啦吼，迄个总统。得票率差1%嘛，决输赢。竟啊，即摆差甲20%嘛有，30%嘛有，啊，这免论啊啦吼。较趣味的是迄个立委会安怎？立委吼会安怎看香港？是。香港2党其实迄得票差无足济呢。6-4啦吼，甲过去差不多。差不多10通拍呢。但是呢，10通拍的得票率啊，迄个胜出啊。80几%，比10几%啦，迄惊死人！这迄所谓的迄单一选区的效应。啊，单一选区的效应，迄是就够凶。其实香港啊，即届咱看甲目睭金酷酷，其实台湾嘛有经验啦。但过去大家较无斟酌，就是讲，那过去吼，迄个虽然2008、2011啊。国民党拢大赢，但台湾过去的经验就讲，国民党哦，迄基本盘就较勇啦，会赢嘛是应当的啦。所以虽然赢遐济，赢个民进党强个袂饲咧吼，但感觉这嘛无怪啦。
不过呢，我在2015面对迄个2016迄个立法委员选举，我足大胆，我讲咱来跋筊。我讲啊，即届吼会规变过来，不但变过来尔，迄个变甲会无人料想会到的。怎样讲无人料想会到呢？就讲我种足大胆，就写伫报纸连长，迄个自由时报，我讲无的确啊，即个范律啊，列啊，会得到71席，啊哪个呢？煞剩42席，迄足大胆的。71比42呢，迄惊死人呢。啊好，啊结果呢，迄个8个月后，2016票投出来不得了，比我迄阵2个月搁较凶，比到73比40啦。啊，这是啥？对遐才感觉到2008甲2012，迄毋是讲国民党基本盘较勇，所以会赢尔。迄单一选区会产生一个效应，这个效应就是讲，你做了好，我加倍甲你奖励。啊，你若做啊歹，实际哦，迄个毋是举手势啊，你修理啦。手势啊，即摆少年人可能听无啦。啊，就是迄个竹鱼啊，那细细鱼啊，迄啦吼，毋是迄个，迄用嘛毋是用扫帚，用迄个扁担去牵啦，迄扁担就削落啊，这削你袂起咧。所以你甲看国民党剩40席，毋是泛蓝剩40席，泛绿的变做73席，迄个毋是手势啊，伫修理的啊，迄个扁担安尼削落啊，啊香港安尼，啊即届呢？会安尼袂？即届来讲，即个看这民调已经差5-6%啦吼。啊，民调若差5-6%，迄得票率会超10几%啦。啊，结果呢，2016啊，国民党迄个泛蓝伊44，泛绿的73，是偌济比偌济差6%，差6%是安尼效果。即摆得票率差10几%，我拜托咧。会国力较拍拼，无安尼看到真无留人呢。咱继续来讲啦吼，其实对都水险嘛讲到真侪即个现象面吼，啊，佮过去即个选举即个情势，但是即回咱讲即个旧年啦吼，2018年的时阵，即个9合1选举，国民党是大赢的。啊，即阵的到即个情势，其实过去恁话讲即个讨厌民进党，还是讲过去即款的即个口号。啊，嘛是过去即个蔡英文执政有即个欠点的即个所在，所以旧年才有法度9合1大赢。但是即回为什么韩国瑜即个民调直直落？咱来看到咱经历的吼，咱拢有经历到韩国瑜的即个部分嘛，经历了蔡英文的即个部分。咱先看到即个韩国瑜的即个部分啦吼，因为即个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即个名单即个争议啦吼，所以即个毋若是即个国会啦吼，较早拢是赢，但是小连选2礼拜吼，即个国会即个立委。政党票的这个部分哦是招输的，咱佫看到2016年哦，这个吴思怀这个部分，然后佫这叶宜兰拢列伫这个名单内底，啊佫有这个沙石抢这个问题啦吼，啊佫有这个王立局这个间谍案，佫有这个大这个主体啦吼，真请赢这个主体哦7200万。这个部分啦吼，甲这个市民的这个形象哦是无符合的吼，佫有香港反送中这个运动吼，啊佫有高雄市这个选民对伊的这个期待，但是最后有这个提升到这个高雄市民的这个期待无，拢是爱来做检讨的。但是蔡英文部分嘛有失分的这个部分吼，过去这3冬来吼，这个执政这个欠点是啥物？就是过去咱咧讲吼，这劳动基准法咧修正的时阵有一个日休啦，这个砍价吼7天这个部分，佫有咱这个邦交国断了7国。佫有即个矿业法，佫有集会游行法，拢还未修法啦吼。真侪即个公民团体咧期待，但是即个修法即个部分，到底什么时阵会来完成？尤其咱讲即个选举前啦吼，即个国会特别来即个领导啊吼，啊到遮还未即个实行即个部分。到明年可能即个新的国会都要搁定来啊吼，啊经济即个部分啊 GDP 虽然成长，但是即个民间有感受到无吼，拢是即咱所经历的即个部分啊吼，两大阵营拢啊去交面对，但是韩国瑜最近讲吼，网络军团直直咧甲战啊吼，伊个讲到一个叫做 Cambridge 剑桥分析啦吼，这到底是啥物？咱先请咱的教授。Cambridge Analytica 吼，迄剑桥分析，我感觉韩国瑜吼，
剑桥分析甲假消息、假讯息吼，迄是吼各做伙啦。剑桥分析吼，迄是讲吼一个民间的公司，一个背后是极右翼势力，尤其以美国为主的嘿极右翼势力的一个吼政治咨询公司啊。是。嘿，那 Facebook 吼就是迄咱定来用的脸书吼，甲阮的资料个人的资料吼，卖互 Cambridge Analytica 这间公司吼。然后呢，这间公司会晓从啥物？用这资料可以用作政治宣传，吼，咱即摆讲的迄精准行销，是，啥物叫精准行销？我有针对吼特定的消费族群，咱会只提供一寡广告，迄广告是因想要看的、想要听的、想要爱的，咱吼看到这广告想讲，哦，这个物件足好的，我足爱的，咱就会去买，共款甲候选人共款，甲进党嘛共款，所以甲有人讲，吼，共和党的川普嘛是用。Cambridge Analytica 迄提供的迄这种吼分析的方式吼，甲这政治宣传、政治行销吼，针对特定的族群，吼，甲伊讲啊，咱共和党吼，咱川普是上好的候选人，吼，共和党上好的进党，你就要支持川普，咱美国的经济吼会讲吼愈来愈好吼，啊，咱可能吼移民的问题会得解决吼，所以即个选民想讲哦啊，川普吼共和党是我需要的，刚刚一个产品吼，足好的产品咱需要，所以伊当然会邓互川普啊，吼，那但是对民主党吼，对希拉里来讲，迄是无公平的，是，因为伊无法度做精准行销，吼，啊，这些精准行销，甲韩国瑜讲的说啊，这是假消息、假讯息吼，啊，所以吼，迄希拉里吼被人家塑造成哎是在骗子啦，吼，迄是无共的，好，精准行销甲这个网络军团的这个攻击是无共款的，完全无共款的，网络军团还有迄假的新闻、假的消息吼，这表示讲吼有人吼去变造一个假的新闻，啊，这新闻中内底事件、政治事件吼，或者讲对特定的迄描述，迄是假的。但是 Cambridge Analytica 用的是个人的资料，但涉及的是个人隐私，所以个人资料是真的啊。迄是透过一个商业行销手法去做精准行销吼，所以说民众看到哦，这个我上喜欢的物件，当然会去买啊。这个一般人想法是共款，但是迄网军迄无共，迄互你知影迄是假的，假的物件当然互人欺骗啊。吼，我想讲，互阮韩国瑜在这方面吼，应该是无了解啦，吼，误会足大的。是，所以这个精准行销啦，吼 ，Cambridge Analytica 这个部分真正该厘清吼，这个清楚啦。咱继续要来看讲这个网络这个部分哦，空战这个部分到底伫这届选举哦，甲去年这个部分哦有差别伫倒位啦吼。咱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卡信吼，封号做杨慧茹这个小姐啦吼，去互检察官认定讲，诉说这个人哦，伫咧网络头顶哦放这个假消息。间接来害着咱乌萨卡这个外交官哦，行地路吼，当是已经来起诉。啊，这南军这边嘛是讲吼，这个杨慧茹顶手无的确就是蔡英文总统。咱来看这个新闻报道。3、2、1，启动。受访英部总统蔡英文初三出席交通科技生涯会议，希望伫民进党的政府带领之下，将交通发展采用更加悬的科技面。不过，因为卡神杨慧茹去检方认定，冇造成外交官死亡。各并且指出，因为个月1万块薪水7万军，向以暴力公司顶罪起诉，外界拢将问题指向李赢。甚至这支民进党跟总统蔡英文都是顶头的人。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调查跟阶段了哈，那我就不能够在这个个案上做什么样的评论啊。蔡总统无愿意继续评论，不过嘛强调会加强防止假消息传送，无希望这代志向政治操作。媒体问讲，是毋烦恼杨慧茹代志影响选情？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哦，那步步为营，努力的来争取最多的支持。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进行伫高雄造势时，讲到高雄人的头脑已经清晰，若是民进党无好好执政，高雄人会互你落台。蔡总统嘛回应韩国瑜。高雄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每一天在高雄里面专心高雄市政、回答议会问题的市长。那至于这一次的总统的选举，我相信台湾人民包括高雄人会有智慧做最好的选择。
对韩国瑜呼吁支持者伫接受民调的时，讲为支持蔡英文，即马出现两个人民调差真济。媒体问蔡总统的看法，蔡总统表示相信真济民调公司的调查结果，民众会当家己观察判断，嘛强调无需要去质疑一寡无必要质疑的代志。敢讲韩国瑜要质疑每一间民调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这个卡神这个风波，蔡总统本人伊是回应讲，这个司法单已经咧调查吼，针对这单一的案件，无搁要来议论吼，嘛是较无适当的吼。咱继续要来问讲吼，到底这个卡神这个案呢，会烧到这个民进党嘛是个会正做恁这个部分哦，是去推销这个部分的。其实昨这个新闻一出来了后吼，阮都有伫讨论这件代志吼。当然啦，其实我嘛爱为头开始讲哦，其实为韩国瑜开始当选高雄市长了后，其实这个网络对伊的这个开始的攻击甲抹黑都无停过啦。所以当然伊安尼讲，其实伊一直以来尤其参加初选了后开始这个抹黑搁较严重。所以你讲这个卡神的这个代志出来了后，阮当然嘛知影讲，因为过去当然。阮国民党伫网络即块较无伫经营，所以呢大家嘛知影，尤其像我过去伫大学伫做教授的时阵，我足侪学生暗时拢无代志，就是开始伫算即个网络PTT 的部分所以即个部分过去一直以来，我咧想即个尊严嘛，应该嘛知影讲，即拢是民进党我民进党即个少年伫开始伫操作即个部分啦，又开始讲因的想法、因的思想较我民进党。所以这个部分开始了后尤其拄咱这个罗水委员嘛讲阮2008、2012赢了后，其实阮对网络嘛开始拢无足重视伫经营这个所在，所以足侪少年就开始互吸收去，拢加入民进党，无就是时代力量较济。因为我家己足侪学生都甲我讲老师我是时代力量，我是这个民进党较济。所以当然这个部分，阮今仔爱了解是讲。伊若是真正用即个假的账号来害讲咱即个外交人员来即个自杀来啥？其实我踮咧讲咱培养一个即个外交人员，咱国家爱投资足侪资本伫遮，尤其像咱日本即个所在，嘛是较对台湾来讲，对咱中华民国来讲是较重要的即个咱有即个往来的即个国家吼，所以。害着人即个来自杀，当然，阮国民党会开始来质疑讲即个网络的即个部分，毋管是对象，尤其像我嘛简单举一个例，即2014年即个连胜文，伊家己嘛讲伊一直互即个网络霸凌，所以阮伫即个操作部分，阮敢讲，阮无伫操作即个网络，足少的，大部分拢是其他即个政党伫操作较济。所以今仔日即个代志出来了，阮当然嘛知影讲，阮家己嘛爱注意，未来佫有啥物抹黑抹红的手段，绝对拢有的。阮要安怎来预防？这嘛是阮家己爱去迄个准备的部分所以当然，阮针对即个代志，阮嘛是开始来质疑、来要求，嘛希望讲会当互咱一个了解一个内容，到底是啥伫背后，还是讲伊卡算家己？无聊就开始伫伊可能伊是谢长廷的粉丝伫替伊伫讲话嘛无要紧，咱阁互阮一个清楚，互咱民众，互咱台湾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嘛莫讲即个咱即个专业的即个外交官咱国家甲培养较济，就安尼来你个过4年所以真正是安尼较无适当啦。所以阮嘛希望讲一个选举，咱转来到咱选举的步调，到底咱讲政策。咱讲未来要对咱的人民好，咱要争取建设、争取福利，这是较重要的部分。至于其他即个抹黑抹红的部分，我感觉是较无必要去讨论啦，因为根本就袂有即个代志发生嘛。尤其拄咱罗水员嘛讲嘛，即个已经拢有73色啊。其实我踮咧讲啦，即个代志过去民进党，毋管是台独也好啥好，拢会当开始做啊。因过咱过去3年外，咱看伊有咧做无嘛？真正拢无咧做嘛？你若讲真正讲要行家己的路，你行互我看嘛。莫讲拢讲要维持现状嘛。今仔日看韩国瑜起来，开始掠国旗你嘛开始掠国旗甲你质疑讲你掠国旗伊讲这免特别去质疑啦。
或者国旗啊本来就爱举，那过去3年外你拢唔爱举，哦啊你办这个国庆日，啊你连中华民国你都唔敢写咱的国家名，啥物你也无爱讲，啊即摆佫创造一个名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我都听无这到底是啥物国家？咱的宪法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伊领的薪水就是中华民国的薪水，我都唔知伊的想法是啥。所以我咧讲哦，咱人民即摆愈来愈巧，慢慢用这个方法一直甲咱欺骗，还是用甲咱这个当做这个渔民哦，甲咱渔民政策，安尼真正是较无好的。是，继续咱请教俊干啦吼，头拄讲到这个卡信这个风波会烧到这个咱蔡总统的这个选情，无你安怎看咧？还是民进党安怎去回应咧？其实卡成即个吼，因为伊即马就是像蔡总统讲的嘛，已经交司法嘛。是。啊，法律爱安怎判就安怎判。啊，老实讲，不管是就是讲依照即马的资料来看，就是讲伊迄边即个代志，确实是伫迄个时阵害着日本的迄个外交官。是。但是若是因为伊即个代志，特别讲伊是民进党的人，我感觉毋是安尼讲，因为其实今仔日林非凡伊伫伊的名册顶悬嘛有铺啊。其实像我、甲卢文嘉、甲林非凡要来民进党的时阵，即个杨惠如嘛是伫网络顶悬，逐工伫甲阮扯干辣椒，所以伊到底是啥物阵营的人，我嘛毋知影。是，你无甲邀请，你若甲邀请，伊就袂骂。啊，就是讲吼，法律吼安怎行就安怎行，啊，该负的政治责任吼，政治的这点吼，就是要去负啦。啊，但其他的话就是尊重司法，看伊即马行到什么程度的该负的责任就负这样子。所以民进党即马态度嘛非常的这个清楚啊，然后就是讲，就是即阵先吼交互这个司法，但是。明仔这台北市议会这拿赢这个议员特别公布这个金流啦吼，这金流若公布落，就是知影到底这个资金的来源是啥。但是咱要搁讨论倒来，就是讲蔡英文甲韩国瑜这回这个选举啦吼，民调差遮济，咱看这个民调回应啦吼，其实韩国瑜嘛毋是招输的呢，过去拢是先赢嘛吼，啊，尤其是迄当阵党内咧做这个国民党党内咧拼看。到底是谁要出头的时阵？迄当阵郭台铭甲伊两个人咧，即个部分咧烧钱的时阵啊吼，迄当阵郭台铭7月初8的时阵，就怀疑讲民进党操作即个民调啦。啊，韩国瑜的即个回应是啥物？伊讲民调过几工哦，就较真实来呈现出来吼。伊相信着这全国人民家己会去判定啦吼。因认为谁较适合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其他就无要评论啦吼。啊，10月15号咧，即讲啊民调是冷冰冰的这数字，民心是热乎乎的这个感情啦吼。执政爱在乎的是这个热乎乎的这个民心，关心民调要创啥吼。啊，11月25号这个部分吼，得民心得天下啦吼。啊，得民调啊，观众朋友家己去看吼。啊，逐工伫遐讲吼，唔当这个爱苦民所苦啦，唔通这个作威作福啦吼。啊，蔡总统的这个回应是讲吼，选民会观察总统这个参选人候选人的这个言行啦吼。选总统唔免选甲用这个词啦吼。11月29号的时阵，麻烦各位朋友哦，伊拢讲接到这个民调电话开始拢讲这个为伊支持蔡英文啦吼，民进党欢喜到这个正月初10就好啊啦吼。啊，12月初2的时阵，这个伊讲吼，这是乌汉的这个独有的这个现象啦吼，就是咱头先讲的这个 Cambridge Analytica 啦吼，剑桥分析啦，是一种真强的这个无道德的限制，这个选举这个政策略。啊，蔡英文总统伊是讲吼，无论是民心也是民调，民主国家的这个人民有家己自由的这个意志啦吼，毋是政治人物爱下令爱人民做啥物代志啦吼。咱继续要来请咱的罗水兄，头拄仔咱有讲到这个国会这个关系啦吼，但是咱安看讲，即回蔡总统进前嘛有人咧分析讲吼，就是讲这个选举这个票数啦吼，这个当选迄个人，若是讲甲这个落选的这个人，若差无到1/3。这个国库会当升差不多1亿这个部分啦吼，有安尼讲法。我毋知影伊有讲无讲啦，但是规个国家吼，毋爱讲国家啦，乡镇的意思有当时都不止超过1亿，所以规个国家迄个大代志，为着总统差一个1亿2亿吼，大家遐斟酌这怪啦吼。啊，讲起迄个韩国如讲迄个民调冷冰冰。我想起韩国瑜曾经嘛几啊个月，迄个民调全台湾第一啦。啊，都是因为民调全台湾第一，所以伊今仔日得到国民党的提名。啊，伊迄阵的讲法是讲
啊，民调那迄悬叫天意啦。哦，天意遐甲疼着，即摆天意形容是无去，走对别人遐去，这怪怪呢。韩国瑜毋着较紧过去问看嘛，天啊天啊，你这个天意过去，咱遐甲我照顾，互我这个天会当提名国民党的总统，啊，即摆甲我放散，啊天啊，你到底是安怎？去问我清楚啦吼。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啦，韩国瑜在迄阵会遐悬吼，伊有一寡策略是真成功的啦。啊，迄个策略甲即阵看起来是无效去。策略成功呢，迄个原因，我对一个较趣味的角度来看啦。你来看，伊伫迄个竞选演讲台，马英九，你莫甲起来；朱立伦，你莫甲起来；吴敦义，你嘛莫来。啊，即个王金平，啊，就歹啊，这台啊伊大好啦，勉强啦，但是大家继续甲虚啦吼。啊，然后迄阵啊，伊讲的诉求真清楚，啊，到要选总统的时阵，佫讲较清楚，就讲你若是权贵，专门搞密室，啊，迄个权贵毋是干那讲民进党这个执政有做总统、做行政院长，啊，迄个李焕英院长嘛，伊伫做权贵，国民党的权贵嘛是权贵，所以一网打尽，国民党。这些当过部长啦、院长啦、总统，全部是权贵；民进党当过什么长呢，也全部是权贵。所以因为他们是权贵，所以慢救你莫来我来台啊，我不爱权贵。朱立伦，你当过副院长，你嘛权贵，你莫来我台啊。所以诉求啊，所谓的庶民，也庶民的中下阶层艰苦人。啊，这个艰苦人甲支持啊。迄实在是全世界吼，这几年普遍的现象啦。迄个全世界迄个艰苦人啊，拢对所有迄个权贵足不满啦。川普就是安尼起来，哦，高等的共和党的权贵，民众袂介意；高等的民主党的权贵，民众袂介意。啊，我这个口啊外川普，嘿，这赞，伊甲因是对呛的。啊，这全世界拢安尼，欧洲嘛是共款啊。啊，这个艰苦人吼，这120当世界性的现象，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投射伫台湾，啊，投射伫台湾的时阵，是安那去找着韩国瑜做这个救星呢？真趣味，他是一个假冒的罗宾汉，因为罗宾汉对。住伫迄个绿林的所在嘛，人就过落迄，是咧啊，老哥啊，这个此林是我占，要过此林去，留下买路钱。罗宾汉就做这款的台啊，啊，这款的台就是无啥守规矩啦。啊，为什么无啥守规矩？全世界性的，迄个英国有罗宾汉，中有《水浒传》，是毋做共款的代志？诉求像。这个伊安尼做，抢有钱的人，以权贵为仇敌，这叫做替天行道。《水浒传》内底，《水浒传》的上中心的精神，宋江伊强调啊，咱这阵水浒好汉是要做什么代？都要替天行道啦。啊，你看韩国瑜嘛是共款，权贵，我们庶民全部反抗他。这个。因为是这个下骹站的人，所以因对法律的看法啦，甲一般这中产阶级的人是无共款。中产阶级人吼，韩国瑜我掠着吼，啊，你若去创建农舍违章建筑，啊，艰苦人诶，违章建筑啥？啊，我就好不，我这生一个孙啊，啊，阮囝啊，即摆破病，啊，我老也袂趁钱。啊，我这个生一个孙啊，啊，这厝明明都住袂了，搞一个小小的这个违章建筑，啊，你嘛要甲我拆，啊，所以这个规定，这个法律是啥物？就遐好康的人啦，有钱的人啦，会得过的人啦，有欺负咱的工具，叫做法律啦。啊，所以安尼法律是安尼来，那个违章是安怎啦？
所以你讲人大家足奇怪，伊遮嘛犯错，伊遐嘛违规，伊嘛甚至嘛犯法，一寡人阿里不达的代志做了，不遵守这个权贵制定来欺负老百姓的法律，迄本来就咱绿林好汉、江湖这个豪杰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伊安尼是支持者遐尼强，若要讲去到迄个水壶巨义，哇，迄向心力当然有够强啊！迄头壳都斗互你嘛不要紧，所以韩粉是安尼遐强，是安尼来啦。但是较麻烦的是讲，迄节目就讲，罗宾汉是替天行道是事实啦。愈看那愈无成，你替天行道呢？你若替天行道，我要甲权贵扯，我就扯一个较清气想咧。三不五时已经讲袂当密室，你直接讲去走去密室。你讲迄个马英九是不属鬼，你甲请来台下顶，以前袂使，即摆说会使。安尼咱好汉的精神去对起啦，咱这个庶民对抗权贵的精神对起啦。所以规个破功，今仔日我是感觉无救。咱先请阿吉了回应一下。其实我拄有听当然啦。拄啊委员有一寡指教吼，不过我的看法甲伊无啥共啊。当然讲一开始咱是因为讲天意啊，民调真悬啦，所以讲即马因为伊的质疑就是讲，规个国家的机器，伊拢伫个监督伫个可能伫个挖乌伫个啥，所以伊感觉伊有即个迫害的迄个感受哦，所以伊会要求讲伊的支持者好无要紧，那即马来开始来讲，所有的民调拢对伊不利。好，无要紧，安尼就叫伊所有支持，无要紧，恁拢开始发支持蔡英文，互伊爽者较有咧。伊的想法就真简单嘛，所以拄啊，伊即马互基层人民的感受就是讲，伊互感觉真阿莎利，做代志真轻快。拄啊，当然拄啊，委员你讲你一开始讲马英九向歹，因为即马国民党诉求的是最后嘛是爱团结的部分。当然有诶支持马英九总统，有诶支持朱立伦市长。这个部分，阮即马因为2020年要求要重返执政，当然需要各路人马的这个斗挺斗争，才有法度重返执政嘛。这是一个塑造咱国民党团结的一个现象。所以当然拄啊委员讲伊安尼这破功好汉的迄个就无伊啊。因为其实毋是安尼。你看各路人马不管是愿意唔愿意啊，为着团结嘛是爱拼。所以讲。大家嘛知影讲，若搁互蔡英文政府搁做落去，咱国际空间愈来愈少。你面对大陆安尼甲咱压迫，你要甲伊讲，要甲伊谈，你讲要维持现状，即马就无维持现状嘛。咱国际空间的未来愈来愈少，咱足侪咱的时势嘛开始惊吓紧张啊！我的未来伫倒位啊？我以后要去倒位食头路？台湾若无安定的一个环境，咱所有倒位冲向要转来投资台湾。所以这个部分真简单，即马国民党就是要开始营造这个团结的部分，希望会当2020年重新来执政，互民众知影讲，敢若国民党执政是一个稳健、中和、中道的一个政党的路线，互台湾人民未来有看到希望。是毋是讲每一摆我踮咧讲，每4年会演出就是中共来甲咱吓，着甲咱创啥？军舰过来啊，飞弹过来啊，毋是安尼。是。为1996年开始，甲打倒一届有来。其实这是本来就是例行性的操作、的演习嘛。你要甲人讲，你嘛要有一个基础的这个部分，人要求啥，咱做啥。毋过咱毋是讲咱拢爱听伊的啊，咱有咱的立场啊，咱立场来徛好在，以后就迄个讲的这个空间嘛。所以你讲。当然，韩国瑜即马伊感觉讲这个民调，所有的民调对伊拢不利，所以我才讲啊，阮伫阮内部来讲，无要紧，这拢参考，因为阮家己伫现场的感受都毋是安尼。我都讲，足侪时大人，伊根本就无可能接手机啊，嘛无可能接电话啦。所以这个部分是民调做袂出来啦。所以我讲，这嘛是有时民进党会开始会紧张，伊做袂出来，到底这民调是真啊假？尤其民调怎个有啥物机构效应啊、引导式问答，这拢有可能操作的。所以尤其是因为是安尼，不如无要紧。所以韩国毋知讲无要紧，恁即马开始拢发支持蔡英文。是。咱1月11号再来见真章。但是安尼讲起来，
这个唔那是绿营这个媒体啦吼，还是讲这个苹果也好，还是等等的，嘛是有哪样做出来，嘛是民调是赢过这个韩国瑜，这是要哪即马解释？就是因为伊感觉国家机器伫震动，所以这个伊若表态，伊敢伊会互监视着。所以有的人嘛敢咧甲我讲，我有接到，我都唔敢讲，因为我支持韩国瑜。沉默螺旋。伊就沉默螺旋，伊就歹讲。哦，伊敢讲可能这电话有互监听啊啥，因为即马规个国家无甲乱糟糟啊嘛，大家拢会紧张嘛。哦，所以我讲这个部分，为什么人一般的人民有啊这个不安全感？我说讲这是即马咱执政党需要去检讨的部分。是。但是这奇怪呢，我感觉韩粉安尼变节去啊呢。啊，袂啦，因为历史上彪悍的粉就是韩粉啦。你台湾，我年纪食到遐，喙齿拢白苍苍啊！啊，选举嘛，家己选过，看人选过，啊，都毋捌看到有一群粉吼，我咧嬉戏叫、屁屁叫，啥物天不怕地不怕，嘛有啦，毋捌有，我民进党嘛有啦，民进党嘛无差这，民进党是对抗迄个行街头对抗警察英雄，啊，四个去讲。讲，你黄你的囡仔较注意。迄阵国台办主任来，你嘛敢共车倒啊，对无？嘛真勇啊，嘛拢真勇气啊。迄勇敢吼，民进党较勇，无勇敢吼，参家己的迄个唐湘龙嘛去用台啦，马英九嘛去用台啦，黄光芹嘛去用台啦。吼，迄本来韩粉的无够纯呀，规韩变叫规个灌，迄个网络个灌多了。台湾唔捌出现过迄款的粉啊，遐尼勇的粉，即摆说唔敢讲，惊死，接着电话就屁纸，嘿，真变贱呢。是吼，咱继续来请教教授啦吼，就是安尼看讲，其实哦，这个韩国瑜人分析啦吼，伊安尼画出来是要稳固伊这个铁粉啦吼，有安尼讲法吗？是安尼讲法啦，但是吼，他拄仔迄陈议员讲的吼，我是感觉吼，足趣味的啦。我细汉时阵，差不多20岁的时阵，我嘛家己嘛做过民调嘛，做电访嘛，对无？我迄个时阵是国民党执政啊，对无？总统是啥物人？总统是迄，敢若是马英九嘛。我敲电话时阵嘛，是有人甲我讲，啊，我唔通讲政治啦，吼，阮爸母甲我讲唔通讲政治，为虾米？迄国家机器啊，我哪知影讲是毋是调查就搞监听啊，安怎对无？迄当是啥物人执政？国民党啊，对无？哦，啊，即马哇，民进党执政啊，即马就讲啊，迄是民进党国家机器吼咧动啦。啊，即马我嘛会晓讲啊，迄是国民党执政时嘛是有国家机器啊。为虾米？迄是讲威权时期到今嘛，民众吼内心吼无法度放心啦。为虾米？我哪会知影国家机器吼，国民党国家机器还是民进党的国家机器，即马会搞监听无？唔知嘛，对无？那我是感觉讲吼，我是唔知影讲吼，我是唔知影讲吼，韩国瑜的信心就是为倒位来的啦，我是唔知啦。但是吼，孙大姐嘛讲过啊，阮吼在1月时阵要安怎黄金交叉嘛，对无？民进党爱输嘛，吼，蔡英文要输嘛，韩国瑜要超过迄蔡英文嘛，对无？但是到今嘛，无黄金交叉有啥物？有死亡分叉啦，对无？啥物叫死亡分叉？那即摆要看得足清楚的啊，对无？50%对无？50%对啥物？19%啊！韩国瑜讲啦，支持者都唔拿19%啦。对啦，我甲伊讲啦吼，我边啊，阮厝边啊，同学朋友嘛甲我讲啊，对无？迄韩国瑜唔当投啦，对无？嘛有人讲啊，韩国瑜哦，我甲伊讲啦吼，2008年时我是投马英九，投支持国民党，那今嘛韩国瑜我嘛投袂落去。虽然讲吼，蔡英文有没有错？有啊，吼，施政有错有失误，迄是爱承认没错啦。但是吼，韩国瑜哦，我无放心啦，无法度哦，无法度，我是足惊吓呀，投给韩国瑜，这出啥物代志？我唔知啊，对无？啊，今晚要看得出来啊，为什么民调差较济？这是趋势呢，彭国民调是趋势呢，不是一届、2届、3届尔呢。韩国瑜讲啊，我们韩粉哦绝对支持蔡英文哦，这种说法是无可能成立的啦。哦，为什么讲？民调是大数法则，大数法则是有统计理论跟科学方法。哦，彭国这个民调偌济样本，1078个样本嘛，对不？1078个样本，刚有可能所有韩粉都价值点会说，哦，我今晚唯一支持蔡英文，那无可能的代志，迄只是一个乌烟瘴气，吼，大家吼全部打浑水的一个做法，让大家觉得，哦，今晚吼支持蔡英文，迄民调是假，但是韩国瑜这种做法其实是竞选策略，要操作的手法嘛，对不？刚议员讲吼啊。
即马吼，包括迄假新闻什么的，都是在抹黑啦。但是我们看就这新闻啊，造成民调这些效应啊，更加是抹黑砂石场，更是抹黑，唔是啊，真正有砂石啊，对不？李家有砂石有啊。民进党的立委都嘛，你关心反送中是不是影响？为什么反送中影响？为什么反送中袂影响蔡英文？为什么？因为韩国瑜去过中联办啊，对不？国民党甲中国的关系足明显啊，大家拢嘛知啊，对不？中国国民党啊，唔是台湾国民党啊，对不？啊，搁有啥物？嘿，搁有即马香港的选举结果啊，对不？建制派大输啊，对不？吼，搁有啦，庶民，啥物叫庶民？我是毋是庶民？我一个月领薪水，我上班族，我毋是庶民，连庶民的资格都无。庶民是安怎？你就要有别墅才叫庶民啊，对不？你要去炒房地产才是庶民啊。为什么民调差较济？毋是一概两概，毋是假消息、假新闻，迄是足济民众认为庶民是假的。庶民就要有房地产，庶民就要有别墅，对不？庶民你要有家族事业，你无可能做庶民。哦，对于庶民这印象的破灭，这是韩国瑜民调一直加，一直落的原因。唔是讲啊，是假的，我嘛样讲啊，韩国瑜你讲蔡英文的施政措施嘛是假的，大家都嘛样讲啊，我朋友嘛讲啊，我即嘛无放心啦，到国民党我无放心。但是2008年时阵到啥？国民党马英九啊。对不？那为什么今嘛无爱投马英九？是，所以这个选民这个期待到底是啥物？大家拢爱做回应啦吼。咱继续来看看吼，大家有咧讲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保证金会当提档还是无啦吼？即阵就咧讨论到这啊吼。咱看到2016年这个状况啦吼，迄当阵蔡英文甲这个陈建仁做伙来选举吼，迄当阵得到689万票来赢啦吼。啊，迄当阵这个补助金吼。差不多是2亿这个部分，啊，咱看到朱立伦甲王如贤哦，因两个做伙来选举吼，得到381万哦，迄当阵有过这个1/3啦吼，所以会当摕到1.1亿啦吼，差不多就是381万啊，甲这个30块吼一票安尼吼，甲斗阵加起来，差不多是1.1亿啦。迄当阵这个宋楚瑜甲施新莹哦，因差不多才157万票呢吼，无到这个界限啊，所以因无法度摕到。任何这个政党补助款，头拄仔我问这个罗水兄这个问题，就是讲，是毋是伫这个保卫战啊，有人就画出来讲啊，是要互这个宋楚瑜也好，这个甲以上的这个做伙来相夹，因来做参选，因无法度，因即摆民调差不多6%起落嘛吼，啊，咱嘛有人咧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啊，韩国瑜这个民调即阵差遮济，是毋是有这个保证金吼，这个保卫战？这个态势出现啦，咱请这个阿杰议员。其实我咧想啊，伊就既然要出来选举啊，应该袂为着保证金这个无重要的代志啦。要出来选总统，都是为着咱台湾，为着咱国家未来发展的好，为着了解咱民众的痛苦，咱少年人的痛苦，咱大学生毕业薪水无法度提悬的痛苦，咱少年夫妻唔敢生囡仔的痛苦。重点应该是伫遮啦，所以讲即摆你讨论即个保证金的代志，应该是无啥重要的部分啦。比如讲，一个政党，伊会推选咱的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出来，就是想要为咱的国家甲社会做一寡代志嘛。所以即摆你讨论即个保证金的代志，我感觉是无啥重要的。啊，当然啦，有时有一寡网络会去讲即个部分啦，就像咱即个2014年台北市长的选举。嘛有一个咱这老伙仔毋是你扣本数的出来选台北市长，我嘛真侪学生仔讲，毋一定转互伊啦，安尼伊保证金才摕转来啦，无伊以后若有安怎嘛是造成咱的社会问题。因为我这拢是咱所谓这个无重要的这个议题啦。我跟你讲一个政党，尤其是像中国国民党这100年的这个以上的这个政党，阮的目的是要互咱的。中华民国，咱的台湾未来为虾米较好的发展，会当互咱的人民知影讲咱未来的愿景是虾米，这才是重要。所以讲即马讨论这个保证金的代志，我感觉以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来讲阮袂去关心这个问题啦。阮敢若关心讲安怎做，安怎的政策，安怎的这个诉求，会当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才是阮关心的代志。是，咱头拄仔嘛讲到这个
头一摆投票的自2016年到2020年吼，这回有118万吼，是互咱华裔或者首投族头一摆投票的人吼。啊，明仔嘛有一个这个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有邀请到3组这个总统的这个参选人，要做伙来讲吼，到底因有18个问题要一一来回应吼，亲像是性别的这个问题、大的这个正义的这个问题吼，还有这个高等教育这个问题，还有转型正义、劳动这个议题啦吼。这3组这个参选人、候选人都要好好来应用啦吼。尤其咱讲这回要拼吼，真正是这个政策面啦吼。若是讲蔡总统要连任，会当顺利连任，这个物件拢要好好回应。咱头拄仔嘛讲到，伊所做的这个执政这个欠点是啥？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一个一休啦吼，佮有这个迫切降价啦吼，佮有断交这等等这问题，佮有修法这个部分，准安你安怎回应呢？我就是安尼啦，就是讲民主进步党吼，对青年的教狗是用一个青年安全网的看法再去看哦，就是讲为长照到公托幼托，一个青年作为一个核心去降低伊家庭的负担，迄是多条的多项的政策都随时并进在前进。是，那我也相信明天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回忆，民进党也都准备好了。那